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1日，诗篇69篇13节安尼讲：毋过我受接纳的时，上主啊，我对你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，照你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应我。三角来祈祷，用真实可靠的拯救应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欢喜喜乐、丰盛慈爱，甲人民疼痛阮的天父。你是逐时逐刻暗耳空，听阮祈祷，甲恳求的性命主宰。你无看阮的卑微甲弱小，反倒当你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我嵌密伫你的膝下。主啊，当阮也伫罪的捆绑中挣扎，当阮也是罪人的时，你找耶稣基督替阮来死，你就显明对阮的疼，也照你丰盛的慈爱，照你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应阮。主啊，感谢你应听接纳阮，愿阮常常对你摆列阮的懊恼甲感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用伊丰盛的慈爱，也照伊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回应咱。愿主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